立法院昨3度通过修正警察人员人事条例未来警消海巡退休的所得替代率上悬是80%。国民党的立委即马准备要甲蔡英文执政的时推动的公务员年金特当台检的制度来台独。当初反年金改革公务人员协会是真不满讲，即马只提悬警消的月体，甚至警消可会当领甲比蔡政府改革进程更领较济，互公教人员感觉讲，因家己是改革上大的受害者。立法院初次3度通过修正警察人员人事条例修正案，未来警消海巡等人员退休所得替代率上悬80%。不少军公教退休族群也在关心，关系军公教年金停刊案的公务人员退休资遣附属法修正草案是不是处理？政府3年的中央施政的余处。有1兆0770亿元，终身为国家贡献的人，却不能好好的安养终老，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政府？那未来包括公务员以及教师等等，我们会一步一步的来进行。对南北可能进一步推动军公教退休人员已经停刊案件，例行之期，警察人员人事条例修法只是反理解法案的精彩，更较大规模扩大到公教修法会开始滚价。除了警消，下一个扩大所有的公教，来提高退休的所得替代率，这个蓝营绝对会持续的食髓知味，持续的违宪下去，只是为了他们的政治利益，讨好特定的族群。公务人员协会是表示，警消也是公务人员的一部分。单独有关警消议题，会互非警消公务人员感觉相对不下感较轻。其实公务人员里面也有很多具有围绕性的，比如说我们这个森林的巡山员、水利的这个巡水员、警消人员的这个退休案通过，我们固然乐见其成，但对于非警消的广大的这些具有围绕性工作的这些公务人员来讲，就相对的这种剥夺感就更为深厚。高世兰也进一步指出，公务人员退休资遣附属法修正草案目前在立法院司法法制委员会，呼吁政府支持停刊替代率的法案，唔通互公务人员甲警消人员相差遐尼济。公视新闻采访报道。